1895年2月12日嘅凌晨，困守山東威海劉公島嘅清朝北洋水師提督，除低咗佢沾滿哨煙嘅戰衣，換上整齊嘅朝服，叮囑身邊嘅衛士要小心守住大門，唔可以俾任何人進入。之後呢一位大清海軍最高統帥吞下鴉片膏，魂歸中國海軍嘅誕生之地。呢一日係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個令國人刻骨痛心、奇恥大辱嘅黑色日子。咁當時號稱世界第4、亞洲第1嘅大中華帝國海軍主力艦隊，被罪爾小邦日本海軍艦隊打敗，成軍僅7年嘅北洋水師全軍覆滅。拱衛大清帝國京畿嘅朝鮮半島、遼東半島、山東半島先後淪陷。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嘅中國30幾年嘅洋務運動宣告失敗，原因何在？舉國痛思。19世紀中葉，經歷2次鴉片戰爭慘重失敗同鎮壓席捲全國嘅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後，大清帝國敗將不露。面對內憂外患，魏源、馮桂芬、林則徐等一批睜眼看世界嘅有識之士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嘅思想，同時喺鎮壓太平天國當中壯大嘅地方實力派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張之洞、李鴻章等等嘅人，喺恭親王奕欣為代表嘅清廷革新派嘅支持之下，全面拉開洋務運動嘅序幕。洋務運動以自強為口號，通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同埋機器設備，喺全國各地建工廠、開礦山、修鐵路、辦銀行、設郵政、通電信、興新學。洋務運動尤其係提升軍事實力為首位，唔單止積極建造漢陽兵工廠、安慶軍械所等新嘅軍事工業，而且從1875年開始，每年撥出400萬兩白銀籌建南北水師，購買同埋製造現代軍艦。僅13年嘅時間，就擁有鐵甲巡洋巨艦、魚雷快艇等等大小戰艦50多艘，喺當時堪稱世界第4、亞洲第1嘅海軍艦隊。呢個洋務運動咧，表面上我哋睇到咧，佢係取得一個相對大嘅一個成果喺邊一度咧？就係話地方嘅督府啊，佢開始咧好有意識地喺自己任內喺自己管轄嘅範圍裏面咧，去做自己最大能力嘅嘢。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進步嘅地方。我哋睇到咧，無論左宗棠又好、曾國藩也好、李鴻章也好，當佢哋相對底下平定咗呢個太平天國啦，佢哋喺自己個地方咧，佢哋都有一番嘅作為喺度。而呢個時候，同中國同樣面臨西方列強殖民欺凌、民族危機深重嘅東鄰島國日本，亦都開始奮起學習西方嘅現代化改革運動。日本喺呢一場史稱明治維新嘅當中，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法律同埋文化教育等等嘅領域進行自上而下嘅全面改革，完成咗從封建幕府制向君主立憲制嘅轉變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嘅道路。一般來說，我們日本的學者嘛，認為日本的這個明治維新是全面的西歐化。反過來，中國的洋務運動，我們也會用這種什麼中體西用論來講嘛，不是全面的西歐化。那最重要的部分，一定要就是政治體制或者是思想，一定要維持傳統的中國的做法。用的方面不是本體那個用的方面，是那個什麼技術啦，那些方面你可以學西方的技術，可以學西方的學問，可是最重要的部分不能學他們的，是這個兩個運動，或者是兩個就是日本當時的60年代的日本跟中國的不同。日本激進改革嘅成效，使到民族意識空前膨脹。
推動國家走上咗戰爭擴張嘅道路。日本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，尤其重視海軍嘅建設。到甲午海戰之前，已經擁有軍艦55艘，排水量達到7.2萬噸。啱啱相反，清政府喺呢一個時候，因為保守勢力嘅反對同埋阻撓，以財政緊絀同埋慈禧修院為理由，削減軍費預算。北洋水師成軍之後，就唔再購買新嘅軍艦。咁同埋最初嘅時候咧，我記憶所及咧，揾咗一個叫郎威里嘅一個英國嚟自格蘭威治嘅將軍咧，就係訓練我哋嘅水兵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嘅海軍嘅訓練其實係唔錯，同埋我哋最初嘅時候買嘅戰艦咧，亦都係當時差唔多係最先進嘅戰艦嚟嘅。即係，但係咧應該嚟講就係呢個郎威里將軍咧，後尾就係同即係呢個清廷裏邊嘅一啲勢力咧就唔係幾啱，咁結果咧佢就走咗。其實佢走咗嘅時候咧，佢已經預言㗎啦。如果你哋唔再去改良嗰啲戰艦，唔繼續去即係去增強呢個海軍嘅力量咧，佢話應該喺10年之內咧，就恐怕日本會迎頭趕上。咁事實結果咧就係咁嘅情況。1894年7月25號，日本聯合艦隊喺朝鮮半島以西嘅豐島海域突然偷襲清北洋水師2艘軍艦，並且擊沉運送清軍到朝鮮嘅英國商船高升號，1000幾名清兵罹難。同一日，日本陸軍向駐守朝鮮漢城嘅清軍發動進攻，並且一舉佔領咗漢城。6日之後，中日兩國同時宣戰，日軍揮師北上，不日佔領朝鮮全境。就喺駐朝嘅清軍潰敗途中，日海軍聯合艦隊喺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嘅黃海海面，同北洋水師主力艦隊相遇。呢一個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現代鋼鐵軍艦嘅海上決戰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日本戰艦一打，佢就已經係特別係集中咧丁汝昌嗰個所謂船艦，佢炸爛咗丁汝昌嗰隻所謂主力艦嘅咩咧？嗰條艦橋啊，一炸爛咗嘅時候咧，丁汝昌咧成個人咧縮倒咗。咁你睇得到咧，就話主力艦咧嗰個主帥啊，如果一縮倒嘅時候咧，你突然間咧其他人好慌張嘅，因為你打唔到旗號，打唔到手勢，人哋就以為你係咩咧？真係唔知會唔會中彈身亡啊嘛！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就已經係蝕咗咩咧？最先發號施令嗰一着。經過5個小時嘅激戰，雖然有好多好似鄧世昌咁樣英勇殺敵、壯烈殉國嘅官兵，仍然改變唔到被動嘅戰局。北洋水師5艘戰艦被擊沉，死傷官兵1000幾人；而日本艦隊5艘戰艦重創，死傷官兵亦都有600幾人。失利嘅北洋水師亦都失去咗制海權。遼東旅順口同埋山東威海衛2個海軍基地先後陷落，大清國經濟岌岌可危，被迫簽下咗賠償巨款，割讓遼東半島、台灣島同埋澎湖列島，承認日本對朝鮮控制嘅馬關條約。甲午戰敗，舉國震驚。當年赴京趕考嘅康有為、梁啟超，奮起聯絡全國18省嘅應試舉人，上書皇帝，變法成天下之治，史稱公車上書。面對清王朝嘅生死存亡，光緒皇帝接受變法圖強嘅主張，喺短短嘅103日裏邊，發佈咗有關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同埋教育等方面180條新政詔令。但係就觸動咗舊體制頑固派嘅利益。慈禧太后發動政變，囚禁皇帝，重新臨朝訓政。清王朝內部呢一場救亡圖存嘅政治變革，僅只有100日就流產。康有為、梁啟超倉皇逃到外國，大批維新派人士被捕殺害，押赴刑場慷慨就義嘅6君子之一嘅譚嗣同，為國人留低咗振聾發聵嘅呼聲。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，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同此。日本明治維新嘅成功與中國洋務運動及戊戌變法嘅失敗，使到革命者認識到唔徹底變革窒告社會發展嘅封建政治制度，富國強兵就唔可能實現，中國就要永遠落後受辱。
就喺日軍攻陷旅順口、血腥屠城嘅第3日，孫中山就喺檀香山創建咗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，咁明確提出咗驅除韃虜、恢復中華、創建合眾政府嘅政治口號。咁究竟孫中山同佢嘅同盟者係如何實踐呢個目標呢？咁請留意下一集《重陽首義》。跟住落嚟，